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平安。欢喜哦，今仔真侪人来做礼拜哦。我要来请教你发拢是敢有咧做祈祷咧？有哦，我面讲这代志啊，表示是做虔诚的啦。咱知影，祈祷是咱接近上帝上介好的办法。透过祈祷，咱的心会当脱离上情烦恼。尤其咱会使来祈祷，咱心热的人，祈祷上帝赐予伊平安。当咱有拄着苦难的时阵，咱更加爱祈祷，祈祷上帝，互咱有平安的心，互咱早日脱离魔鬼的掌控。所以咱爱不时的祈祷，咱爱专心来祈祷，咱搁较爱即时来祈祷。咱做伙来唱一首，祈祷的是即时上好。咱拢来唱第一段就好，唱我较熟的。但是伊会向伊的每一工，伊拢会必须嘛一台卡，而且咧，伊佫会送伊的小弟，甲小朋友走去耍的时候，伊佫故意的用其他的朋友，所以向伊家带来出足大的困扰。而且如果你像世上人，迄种看袂起、唔甘讲，所以心内真正是足。
囡仔该乖，伊是会说啊，伊毋知要来听一个囡仔，但是当有一天码头伊借着面咧经历伊的情绪的时候，上帝奇妙的手，就借着伊的手写了一首诗歌来安慰伊。伊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伫每一个身上拢有一水的计划，上帝为咱的生命来负责到底，所以伊叫伊，而且上帝为咱降下，神为我们赐下独生爱子，为我们受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样已经表明了神的爱。那我们也应该要全然的、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这样特殊的孩子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明白爱》。
主啊，你应该了解我，我是你所创造的，我是你的宝贝，你听我，你知影我会堪的，还是我袂堪的？如果我袂堪的，主啊，请你替我担当，因为我知你是我来看的，你是我的团队，你是我的愿望。我唔知影你是毋是跟我同款，这时阵就是我苦难，互你袂当讨好。我唔知你是毋是这阵受来真艰苦，一直甲上帝讲主啊，我的祈祷，我当时的祈祷，为什么你来拢无应允？是神祈祷表示，要上帝改变啥物？是要咱会当更较体谅上帝的心意。这阵我毋茫才当用这首诗歌来为你祈祷，无一定。我唔捌你，但是我知影你是英国教会的姊妹，但是我愿意为你祈祷。我嘛毋捌你会当为我祈祷，伊祈祷的气力是遮尔大，祈祷做的代志是我的手袂当做。我希望你这时阵会当把手开起来，将你的手贴到你的心，互阮借这首诗歌来为你祈祷。咱最后唱，有人咧替阮祈祷。